心理學上有一句說話：嘴巴可以偽裝，但眼神很難。因為人喺情緒、壓力、緊張或者思考時，眼神往往會下意識暴露內心狀態。例如，如果一個人同你講嘢時，眼神不停快速轉移，視線唔集中，通常代表佢比較內向，缺乏安全感，又或者當下正處於緊張狀態。因為當人不自在時，大腦會自然避免長時間目光接觸，而有些人習慣微微俯視對方講嘢，呢類人通常比較有主導欲，佢哋會下意識想建立氣場，展現權威感。所以有時候一個人唔使開口，單靠眼神同姿態已經可以令人感受到壓迫感。另外，如果你發現對方講下突然低頭，目光向下，通常代表佢開始進入思考狀態，可能正在整理說話、思考答案，甚至反省自己。而當一個人視線左右不停移動，大多代表大腦高速運轉緊，可能係苦苦思考，又或者正在努力組織資訊。仲有一個好細微但有趣嘅現象，如果對方雖然仍然眼神猶疑，但開始出現有規律眨眼，好多時意味住佢已經開始理清思路，心裏慢慢有答案。至於最容易暴露情緒嘅，其實係瞳孔同視線變化。當一個人突然瞳孔放大，視線劇烈轉移，甚至明顯閃避，通常代表內心出現緊張、不安、害怕，甚至壓力。因為眼睛其實係人類情緒最直接出口之一。當然，心理學觀察並唔係100%絕對。真正理解一個人，仲要結合語氣、行為、當時情景一齊睇。但有時候，當你開始留意一個人眼神，你會發現，原來好多說話未講出口之前，眼睛早已經偷偷透露答案。